正當我以為呢個沖繩之旅會玩得好開心嗰陣時，竟然俾我遇到肇事逃逸呢啲事，就咁就俾佢摧毀咗我一日嘅行程啊！如果你都想知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嘅話，你就一定要睇埋落去啦。好彩冇大雨啊，雖然好烏雲。Hello， 我摸得啊。呢個小貓島嚟。佢拼拼地嘅。係應該會真係噏噏地嘅，睇佢入口。99步啫喎，其實。2、3、4。小心啊！哇！去啲咩地方？係我哋啲小矮人先嚟到。好熟悉啊！同三國嗰個景好似啊！咁當我哋落翻去停車場嗰陣時，我就見到有3個人企咗我哋架車隔離喎。咁當我正想問佢哋有咩事嗰陣時咧，佢已經指住咗我車頭啦，就見到成個車頭燈係俾人撞凹咗啊！咁嗰個當地嘅目擊者就同我哋講翻，原來有架紅色嘅小巴撞到我哋架車之後咧，就講咗句 sumimasen 就走咗啦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我唔係搞 get 喎，喺度自己講 sumimasen，係佢真係喺現場講咗句 sumimasen之後自己就走咗去。咁我事後喺翻 Pocket 3度發現咧，原來我喺燈塔度周圍錄緊嗰陣時咧，唔小心錄咗少少片段㗎。我哋架車喺呢度。そうですね。私がその相手見てて、でもなんか待ってるのかなって思ったらいなくなってて、もうその相手のバスが。触れてた感じですか？あっちでサーフィンしててあっちで着替えてたんですけど、はい、こっちに泣き人福祉なんとか協会みたいな、マイクロバスがこう止まってて、頭待ちで、ちょっとなんか斜め気味にこう入ってて。ぶつけるとこは見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、なんかバックしてガーンとくれて、結構まっすぐやってたら多分それ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感じですか？です呢。唔係，即係講真，我呢度咁闊，點解會撞到我架車？我仲要我已經拍到最入噶咯喎！黐線！我真係 O 晒嘴啊！真係，即係個個都大過我嘅架車，有乜理由係撞到我呢架咧？第一次俾人車住喺架車度走，佢都呢啲經驗咧係你俾錢買唔到嘅。好玩我嗰餐車。靠我自身嘅力量，唔可以俾佢。你嘅 core 夠唔夠勁啊？如果係我呢邊咧，唔係，我覺得好撚柒啊！出面啲人望住我哋兩個俾人拖。係咩？有啊。
首先最緊要就冷靜，唔好怯先。咁因為其實你電話冇漫遊咧，你都可以打110報咗警先嘅。咁唔需要驚話溝通有困難嘅，因為佢係會有中文嘅翻譯，同時間亦都有日本嘅警察，所以你同時間會聽到2把聲嘅。咁你一邊同中文嘅翻譯溝通咧，咁佢就會同翻日本嘅警察去解釋翻你講嘅嘢嘅。咁其實警察到咗之後咧，都會教你點樣做，問你問題，你都係照答翻俾佢就 OK 嘅啦。咁最後最緊要係架車上面會有張可能租車公司嘅事故證明啦。咁就我哋就俾咗警察佢哋去簽翻個名。咁事後咧，我哋再交翻俾租車公司咧，咁就 claim 到保險，咁我哋亦都唔會上身啦。咁我哋等緊警察嗰陣時咧，咁我就可以聯絡翻租車公司啦，講翻有意外發生，等佢有個心理準備啦。因為警察到咗之後咧，其實警察都係會打去租車公司同佢講翻呢件事嘅。同埋你架車有機會係冇得繼續行駛嘅，就好似我哋架車咧，因為撞爛咗個方向燈咧，咁係唔可以繼續上路啦。咁所以咧就安排拖車啦。當第一下知道咗自己架車俾人撞，然之後仲要撞我架車嗰個人走咗咧，真係成個腦係空白一片啊！加埋人生路不熟，又第一次去沖繩，跟住嗰下真係完全係熄咗機嘅個人。但係好彩咧，係有當地嘅日本人，我估計佢哋應該喺嗰邊滑浪啦，咁啊即係專登企喺我哋架車隔離，唔知佢等咗幾耐，就係為咗同我哋講話有呢件事發生，然之後仲肯去做一個人證，去幫我哋報警，仲同警察解釋埋所有嘢，真係超級感恩啊！成件事係，我嗰下真係好想攬住佢嚟錫啊！呢條路係會跣死你嘅。私人嘅一個沙灘啊！就係住呢度啦。你放緊狗？估唔到人哋超市門口都咁靚，望住個海買餸啊！掃街，興奮，同我細佬一樣咁興奮啊！真係靚仔到爆！最後要做個有手尾嘅。個八爪魚簡直好似喺你個口度跳緊舞咁，估唔到嗰20零蚊咁好食。大哥。可以。晚餐唔夠，宵夜搭夠。早晨啊，又係呢啲落雨嘅天氣嘅。
第二停車場。咁呢度上去咧就可以好快咁食哈哈飯。點解要咁樣對佢？係咪我要打開個蓋？其實唔使啦。自動 check in。有種拍到一種末日嘅感覺，我想講。食個飯。即係呢個就係今晚嘅 menu。加蛋。呢個就係呢個蝦包。Cheers！ 耶！唔好唞啊，你要追進度啊！你而家湯西蘭花老闆咁嘅嘢，好驚啊！好驚啊！我可以唔同嘅。誒，好好啊呢啲。人哋間屋㗎，你估俾我哋用㗎？黑不甩，好驚啊！好驚啊！咩都睇唔到啊！哇，好恐怖啊，大佬！通常好似啲命案都喺啲地方發生。